镜头转来到国内，云林县长挖进西庄村、龙岩村的一笪空地，最近咧征地。听讲业者打算要伫遮起猪灶，村民是烦恼未来会有臭味、产生垃圾水。今仔透早是去现场有被捕条抗议。有着表条大声喊着抗议的口号。120位云林县长乡西庄村、龙岩村的村民，1号上午集结到这地，正咧进行征地空地，因为传出业者将规划在遮兴建猪只电宰场，但当地居民却拢无收到任何消息。污染的啦，污水的啦，你全部拢爱用好啦，袂使讲影响到村民的健康啦，因为这排出来屁股对咱身体我无好啊。环境啦吼，环境空气污染，哩哩个啊个本地这土地列管的土地，哦，莫去甲阮造成无处理好势，就安尼恶震动，莫造成阮地方的第二次伤害。当地村民表示，近期有村民发现，这块空地陆续咧征地，可能无任何业者和相关单位，到底要起什么工厂，后续才知影要起猪只电宰场，要求相关单位爱请业者来到地方召开说明会，也不会强烈反对。那本案依照非都市专案辅导畜牧设施办法要点规定，目前由农业部审查中。那今天居民所反映的意见，我们也会跟农业部来做转知。有村民就讲，这块空地过去捌待过重金属，搁临近西庄村、龙岩村的村落，至少就请予村民，希望业者会当先派员召开说明会，和地方做充分的沟通，才会当互民众减少恐慌，避免无必要的争议。记者用为您报道。